歡迎大家。今日我想同大家討論一個話題：香港泌尿外科醫生到底應該點樣揀呢？相信唔少人都有個咁嘅經歷，身邊總有親朋好友試過患上泌尿外科嘅疾病，例如前列腺肥大、膀胱炎、腎石、尿道炎、血尿、排尿困難等。面對呢啲問題，我哋除咗關心佢哋嘅病情，亦都常常會問：你睇邊位醫生？醫生點講？可見揀啱醫生係幾咁重要。講到泌尿外科，我哋先嚟了解一下常見嘅病徵。排尿方面可能會出現尿頻、尿急、夜尿、排尿困難或者滴尿等嘅情況。陣痛方面可能會出現下腹痛、腰背痛、卓兒感或者刺痛。嚴重嘅話仲可能會有血尿、發燒、寒滯甚至腎區劇痛。如果你有以上任何一種症狀，都建議及早求醫。喺就醫過程中，我哋可能會有啲誤區，例如尿頻、滴尿係咪前列腺癌先兆？其實前列腺癌發展速度十分慢，早期症狀唔明顯，唔少病人求診嘅時候已經到咗晚期，擴散到骨骼。又例如飲水太多可致夜尿症，其實每日8杯水就好似一個魔咒，令唔少人堅持每日要飲8杯水，但卻冇理自己嘅生理狀況同飲食習慣，反而導致唔少健康問題，例如夜尿症或者水中毒。所以我哋喺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多啲了解，唔好輕易相信謠言。咁樣面對咁多香港泌尿外科醫生，我哋應該點樣揀呢？都係嗰句，有病最好梗係要睇醫生。我建議大家可以瀏覽 cdoctor.com.hk 網站，參考以下幾個實用欄目。尋醫報告，你可以查閱其他病人對醫生嘅評價同埋就診經驗，了解醫生嘅專業水平同埋服務態度。醫生信箱答問，你可以直接向醫生提問，或者查閱已有嘅問答記錄，從醫生嘅回覆中了解佢哋嘅專業判斷同治療理念。醫生文章同影片，呢個欄目匯集咗多位醫生撰寫嘅健康科普文章同影片，等你可以從唔同嘅角度了解醫生嘅學術背景、臨床經驗同個人風格，從而揾到最適合自己嘅嗰位醫生。時刻謹記，你嘅健康係最寶貴嘅財富，揀醫生嘅過程絕對唔可以馬虎。希望透過呢段影片，大家能夠更加重視泌尿系統健康，並且學識點樣善用 cdoctor.com.hk 去尋找優秀嘅醫療資源。如果你有任何問題或者意見，或者有值得推薦嘅泌尿外科醫生，都歡迎留言分享你嘅寶貴經驗。等我哋一齊守護自己同家人嘅健康。拜拜。最後，有病最好梗係睇醫生啦。